那这个下港高雄港都的跨年暗会节目精彩，市政府阁开发着全国首创的台湾灯会防疫平台。12月31日，转播跨年暗会这个节目的画面会出现一个 QR code， 只要扫描完成注册，安尼伫个台湾灯会期间，坐高雄的坐运、坐轻电车、公车、渡轮，甲骑有摆的铁马，拢有优待。 2020年台湾灯会搁一摆来到高雄，真水耶诞主中已经互真侪民众对明年灯会愈期待。若上新杀出来好康优惠，你一定爱知影。跨年暗会有双舞台，节目转播画面，搁有这个 QR code， 摕手机扫描这个完成注册，都结合高雄5大交通工具的通行码。随在你坐捷运、轻电车、公车、渡轮，或者是 U-Bike。 登录台湾灯会防疫平台之后呢，那同时还可以选购我们99元24小时使用的5型畅游码，行、住、食、衣各方面好都可以非常便利的来使用。坐轻电车或者是坐渡轮去吃海产，若是申请到通行码，在台湾灯会这段时间，得当享受到真侪交通优惠。考虑申请看看，因为毕竟它蛮方便的，就是高雄的交通工具基本上都会用得到。应该就会带小朋友，然后一起使用，意愿应该会是蛮高的。民众拢感觉袂歹，高雄跨年活动闹精彩节目，冒杀真侪优惠，就是要请游客来高雄为跨年爽到灯会。